现在可以听到了吗？喂喂。时好时坏的感觉上。现在好像稳定点了，大家能听到吗？喂喂。他们都觉得很卡呀。我现在看的话好像还 OK 啊。我们先凑合着播吧，看能怎么办呢？我怎么也掉了呢？就是有问题啊，今天晚上。OK，我们已经开直播了啊。OK，不好意思大家，然后我不知道声音上有没有问题，然后可能今天晚上都比较卡，我估计人哥可能会不止卡一次，以我的判断啊。然后现在我们继续往回来聊这个棋吧，好吧？然后实战当中走了后 A5，然后白方 A3，然后紧接着车 C1、车 C1、车 C1 象 C1，然后 C7，进入到了一个可以慢慢下的一个局面当中啊。然后紧接着我们就直接跳到他们最后的这个局面吧。最后这个局面下成这个样子，赵尔现在能看到吗？我看不到，我只能在虎牙上看。嗯，环上的局面现在看到的是后 A5是吗？还黑的多是个兵看到了。黑的多个兵？OK。那么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应该是黑的会稍好一点，但是具体怎么过来的，我们估计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往回追溯了。然后我们就说现在这个局面吧，丁玲这个时间是有问题的，我感觉不可能还有13分钟，对吧？你觉得呢？丁玲可能还会有13分钟吗？不可能。嗯，就是白少一个啊，一个象呗。嗯，啊，现在到黑的走，那没法一个象。马 B3是吧？你觉得？不是局面，对吧？跑了吗？没有，这局面到白的走，刚走象 C5，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时间是这个样子的呀。卡的呗。那好吧，那我们看看聂波这盘棋吧。咦，这盘棋怎么成这样了？聂波还有8分钟。我们先看棋啊，先到王一的这个局面吧。嗯，对，然后紧接着王一4，然白的好后吧？车 G1。我不知道啊，和棋。这个棋没点嗯，儿，主要是你现在怎么走呢？这个棋象 C4将吗？将就躲一步。嗯，躲哪儿啊？想一想，你往 F 冲进去是吧？对啊，你可能王 F6，但王 F6的话，是不是 A5都可以冲？你狙击死我 A6 再往下走，
然后你局 G7，我就向D5封一下，准备向 B7架死你。这感觉凉了呀，输了呀。对吧？但是聂波还在想，聂波在想这个局面要不要走这步象 C4。那象 C4走完能走哪儿呢？这棋象 C4走完之后只有走王 D6是吧？皇帝王 F5冲进去了。王 D6，然后王 F5进，压力山大这个棋，并且关键基底就只有30秒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哥的棋。这王飞走王 谁要封啊？E7，谁走王 E7？刚才上 吗？C4一将王 E7，王 F5是吧？我不知道，我这边还没有看到他走的王 E7啊，你确定？没走齐呢。啊、聂波走的像 A6啊！我象 A6这步棋是真的讨厌啊，有没有觉得？狙击4不敢吃，吃完象 C8，很烦。躲不王呗。王躲哪儿啊？王 F6，比如说王 F6，他走车 A1了，然后象 C4再将，王 F6，象 B5再上去，然后机里车 G1，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 看不懂。A5了？这王感觉过不去了。吉里好像也发现了这一点。高棋，聂波真是高棋啊，他算的开点高真快。棋哈，这 A5一冲吃，A6一冲车 G1，但王 D4吃过去了呀，王 C5，王 B6，这王刚好错了个位是吧？赶不上，对吧？嗯，我们来看实战，要输了。感觉上屎要非常危险。我们来看拉格拉夫这一盘，走了什么象 E3，王 E3之后马 C5，王 D4，然后这局面谁好？丁丁人是不是好了？B4兵是不是要丢了呀？看不见。OK，看到了。这马去哪儿呢？啊，也不一定，可以马 D7是不是？象 A4的话，王 E7，这棋打了，白方肯定不会赢，对吧？打了。打了应该不会赢，没道理。赢肯定是赢不了，能不能和呢？你要像 D7打了是吧？王吃，然后王 C5是吗？嗯，王 C7 走，好像也和不了是吧？我觉得赢不了吧？你咋赢啊？攻下来。王 B6之类的，我觉得赢不了。我感觉我不知道具体我直接 B3啊。什么时候 B 差不三多是。王 C5 B3嘛。啊？王 C5 B3差不多吧，没区别。然后呢，我就上王。你到了王 B6这块呗，我就 B3顶着你王 C6是吧？嗯，王 C3，王 C5，B4，王 B5，王 B3，我这边无数的等招啊。D4走完，比如说我 G3，你 D3，王 C3，D2，王 D2吃了呗，王 B4，王 D3，应该合了，感觉是。你进不来啊，我就跟不上你了。可能延时比较多，说实话。聂波看起来很凶，他们说，我们来看聂波吧。聂波这赢了呀，不是凶不凶的问题，这感觉上应该赢了。这不象 C6吗？嗯，像你说的。像 C6封住了呀，车 A7，像 像 B7，B7，这还吓人吗？少个兵。我不知道啊。关键底线还被象看着。BG。
该是吧？但是我感觉直播这边慢了好多啊，我感觉就是速度的话啊，嗯，走到王第4。这肯定完了呀！这王去贴车这个都赢了啊，那是不可能的。这只有王 F5，王 F5之后，我走的 王 E3 呗，H4。但是这个局面是不是只有走王 C5啊？你王 E3能撤得回来？你要干嘛？王 E3 H3啊，王 F2、王 F5啊，你想一会儿给你兵砍了。等会儿什么意思啊？